洪台北海底下晡发布海上警报，有5拜6礼拜上挖近台湾，中部以北的山区要注意大水雨。泰国一个14岁学生开枪弹死7个人，最后阁弹死家己，拢总8个人死亡，15个人轻重伤。超过7万的摩洛哥移民非法入境西班牙，伫北非的领土受达，尚无80个人死亡，也有1000多个未成年留伫当地。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中度风台北海底，目前伫咧台北东北东的方向的海面继续往西来刷动。暴风圈有估伫咧明仔载下晡就会通过台湾北部近海。气象署伫咧今仔日下晡2点半是已经发布海上风台警报。虽然这风台北海底是未直接扫过台湾，不过伊的外围环流也是会影响咱的天气。伫咧拜六甲礼拜这2天，风台北海底会上挖近台湾，所以这中部以北的山区就要特别注意大水雨的情形。一直到拜一，这风台才会渐渐离开，时到这雨才会较少。即届风台对北部甲东北部较有影响，即摆风影是愈来愈大，家人的渔船是已经提早入港甲固定，宜兰的港口嘛加强戒备、加强巡逻。气象署提醒，东北部沿海是已经开始咧起大影，民众千万唔通挖近。冷冻鱼货分开包装，一包一包为渔船顶下货。码头区客满工作人员紧将货品称重包装，风台北海底随便来，各界把握时间处理。起渔货，因为台风要来，他们一定会进港卸货啊，要不然风浪那么大，怎么出去？东北角上升影响，伫家人正滨渔港，本来渔船出海一届就会点挖近1个月，这届差不多2礼拜就赶登来下货，所来就紧甲渔船伫港内固定，避免去互风影吹歹。基隆的大武仑沙滩，每到夏天都是满满的游客。不过如今现场空无一人，而且入口拉起黄色封锁线，也贴上公告，市府宣布台风来临，海况不佳，紧急提前封闭大武仑沙滩。家人的大武仑沙坡，初6早多发生游客跳水都市的意外。风台来进前，风影比平常时较大。市政府宣布研究提早扩大封锁海部范围。因为有看到说是8号、9号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中午就会离开了。现在暑假期间，就是在沙滩游玩的比较多，那当然封闭的话，一是就会有影响，就是不能下去嘛，大部分游客就不会过来这样子。附近店家分析，风台来旅客形成受阻碍，对业绩可能造成3至4成影响，不过也是安全上重要。另外，同款伫海景第一排宜兰地区，虽然也无设立灾变中心，不过同款有风险，海巡人员紧扩劝游客离开。乌石港边海影一影煞一影，已经慢慢有长影。上海洋船嘛全部停航，紧泊伫港边，渔港嘛早就停工。台风就没有出去了呀？没有。什么时候才会再出去？应该11号。气象署嘛预测为初7至初10，包含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沿海，拢有可能出现长影，甚至北部、东北部海面也有可能出现影悬6米以上的大影。民众一定都爱提早做好应对，袂使无注意。记者采访报道。汉光演习第3天，新竹空军基地无疑受到轰炸，这地勤人员是随抢修跑道，换上2000战机嘛成功甲敌人炸落来。另外，伫咧淡水河嘛有分8架车出现，伫咧淡江大桥附近进行警戒。警铃大响，飞官冲出警戒线，驾驶换上2000战机，出去移步，发挥快速抢权的优势。换上战机加速升权，准备拿炸敌机。汉光演习第3天，空军无机基地互共军当作首要攻击目标，若互人毁灭，战机恐惊无法度起降。对这代志，新竹空军基地演练互共军攻击了后，展开跑道抢修，地勤人员针对跑道清洁坑，用卡头机吞平，嘛紧急铺设跑道柱。地勤人员正在积极抢修跑滑道的同时，可以看到远处的后方有车载建议的这个飞弹车正在实施低空防护，进行警戒，防范共军2度空袭。实际上，我们整个作业依照时限是要执行4个小时。经这个相关抢救的时候，暂时我们也会依照车机动员的一个指令，由相关的民间业者来协助一个相关的一个抢修。换上战机回场了后，地勤人员甲时间比赛，分别伫机师安装魔法飞弹、机腹下骹挂载分保飞弹，互战机防空外形更完整，搁再升空攻击。实弹跟装备的部分都会依照基因去做检查。
那在演习期间，我们会加强我们的演练作为。通机场是演练日军空降，日军结合民力阻绝失地，除了分8架车投入支援，日军上强的战车 M1A2T 嘛投入该进驻机场内，披卖菜编装进行防护对空射击。国军强化大台北地区的防卫，针对今年通车启用的淡江大桥，防止予强军夺取，投入该上演防桥演练桥阻断，运用肉粽架、更刺具结合抓白铁线网，各加艾斯科防步墙，设3个风线，伫桥面形成200公尺的阻绝阵地。淡水河道嘛同步设希望油桶、更刺具，拍乱中国反台节奏。负责台北防卫重任的干道指挥部部队投入淡水河防，分8架车伫淡江大桥附近出现进行警戒，各加入战场状况设定强化实践的训练。公司新闻独家直击陆军的部队现踪淡水的渔人码头周边，我们可以看到现场有油罐车正准备的帮云豹甲车进行野战加油，让甲车不用返回基地整补，确保持续作战能力。离岛嘛是今年演习严重重点，马防部无机强军封锁马祖周边海峡甲航道。部队结合海巡执行滨海打击，运用无人机精准打击海上目标。另外，国军南部防部嘛前往小琉球，部队投入该进驻小琉球，充分运用战略位置，监控海空协动态，掌握敌情。记者采访报道。配合城镇润成演习行动网络降速的演练 ，NCC 今仔日下晡有发布简讯，有讲后礼拜就会伫中部甲北部来进行演练，提醒民众若要用手机的行动网络来付钱来订车票，上好爱避免伫咧演练的时段来使用。手机向走出这警讯通知，讲初七下晡2点半 ，NCC 发布灾防警告细胞公布，预估8月初10中部地区和8月13北部地区，伫下晡2点半到3点，会配合城镇润性演习，演练行动网络降速，到时手机上网有可能会受影响。亲像有手机买车票坐高铁、台铁，都要注意降速有可能造成不方便。演习期间，如果你想要用高铁的 App 买票，甚至于是用 QR code 来进出车站，可能都会因为网络降速有产生一些问题。不过呢，高铁也表示，其实车站都有提供免费的 WiFi， 如果是连 WiFi 就不会有太大的冲击。就是多少会影响，因为如果进出站，我们可能就要多抓一点时间，不然就会卡在那个票门口这样。在演习之前，先把票取出来或怎样啊，这样子处理啊，因为它都已经公告了，所以你就可以先做处置的作为啊。演习的期间，若是想要用手机的 App 买高铁、台铁的车票，还是登录电子车票、退票等等，有可能会有延迟的问题。建议会当提早来退票，还是连车头提供的 WiFi 等等。机票的部分，不管是邮局还是银行，使用行动网络转销纳钱等等，都有可能出现延迟，还是无法度完成交易。建议会当闪开这个时段，该用购网还是去柜台办理。关使用行动支付的民众到超商、餐厅消费，建议在现金做备用的工具。应该没什么非要在半个小时之内付的必要性吧？那本来就会带一点现金在身上，所以还好。外省问题路顶骑车，赶要完成订单。外省平台嘛，关到挖客网络地图，在降速演练的期间，用手机的地图可能无法度用。降到那种传统拨接网络的速度的话，可能就会没有办法运作。平台目前的因应方式是会暂停接单，比较不会让外送员卡在路上。面对城镇润性演习，第一摆投入30分的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各行各业全面备战，降低对日常生活的冲击。记者综合报道。泰国首都曼谷有一间中学，初七发生一件枪击案，一个才14岁学生，先伫咧厝内甲因阿公阿嬷断死，了后佫走去学校对老师甲同学开枪，最后家己断死家己，包括凶手家己在内，拢总8个人无命。教室外口庆声响袂停，学生比一个大卡，有人惊到哭出来。泰国曼谷郊区南部地区的碧希林中学，早起10点左右发生枪击事件。现场的学生讲，看到一个穿旧色体育衫的人手举枪，经过教室的时阵，对一个上课老师开枪，现场真混乱。真侪学生一开始就是讲有人放炮啊，尾也感觉无啥着，赶紧闭起来。ปึ้งผมก็เงียบไปช่วงนึงครับแล้วก็ยิงมาใหม่ปั้งอันนี้ทีแรกผมไม่คิดว่ามันจะเป็นปืนนะใช่ครับพอเสร็จพวกผมก็จะมาเข้าห้องน้ำครับคิดว่ามัน警方甲急救的人员赶紧赶来现场，甲学生疏散到另外一栋楼。警方拿苹果、枪手也阁换侪武器，拿缩小包抄的范围。尾后，这个枪手看无路通走，伫一间教室内底开枪自杀，送去病院半路死亡。当局讲，伊是这间学校14岁9年级的学生。
ที่ด้านขวาแล้วก็ล้มลงเราก็เลยขึ้นไปปุ๊บไปเช็คที่ประจรน้องยังมีอยู่เราก็เลย CPR กัน 警方讲，这个少年人先伫咧厝内开枪杀死阿公阿嬷，要将走来学校杀人，总共开26枪，还佫剩34粒枪子。伫徛街找到的证据，发现伊耍游戏耍甲真疯狂。有一个老师讲，这个囡仔已经成绩袂歹，唔捌有攻击性。因为伊犯罪原因，怎么还佫伫咧调查？泰国总理阿努廷也来到现场关心。รัฐบาลไม่ยอมให้พบไม่ยอมให้ต่อ。泰国的法律是有限度准合法有情，不过这个若限定无犯罪前科的本国的公民，用自费的名义申请登记。即马政府已经全面冻结公共场合早庆的许可，并且严格限制执照延期。今年2月，泰国南部接北发生校园枪击案，造成校长在内2个人死亡。再过半年，又发生这件案件。反对党领袖希望政府全面检讨枪击管制政策。副总理兼教育部长尤查南讲，官方会宣布一项心理健康行动计划，因应枪击事件对校园甲社会影响。公司新闻是会中编辑。西班牙伫咧欧洲的边界，是真侪移民想要进入欧洲的主要门户之一。也其中，西班牙伫咧北非的领土休达就是移民的一个选择。所以当地伫边境是一直拢有设防卫设施。不过伫咧顶礼拜，短短24点钟，所有至少72000个部落国移民偷渡去休达。不过，煞有超过80人因为渡水或者是人打人意外，全来无命。这群人感觉安尼冒险偷渡，主要就是因为社群媒体出现一项假消息，讲只要你有材料收过去休达，就袂互人赶走。这群摩洛哥人面对国内散车、失业的问题，正就想要找一条新的出路。不过，真正过去了后，所发现只是一场空。唔但军警封锁道路，甚至连商店嘛关门，唔愿意卖食或者偷渡客，态度甚至阁真歹。认清事实了后，有7万人是自愿回国，不过也是有1000多个未成年留伫咧休达。当地收容量能嘛已经紧绷，是要维护治安，把这移民总赶走，也是讲发挥人道救援的精神来安置移民，这嘛真做是当局考验。为政府组织的人员甲整理好的物资送去车顶，准备送去临时安置的地点，分散予留伫遮的摩洛哥的移民。在警方维持特殊之下，移民是照排队来领食米含水。7万外的摩洛哥的移民伫顶礼拜是一日弄入去西班牙伫北非的领地休达，就算有7万人伫西班牙和摩洛哥的合作之下，已经返去因的国家，但嘛是有3000到5000人留伫当地。这清大交通拢要靠救援组织甲因斗3工，短短一礼拜物资用一大堆，救援组织讲因特别挡袂掉啊。Se necesita prácticamente de todo, los recursos se van acabando y se necesita pues de todo, de leche, de bollería, de pan y sobre todo eso, de comida que podamos cocinar, porque nos es más fácil cocinar 20, 30 ollas que preparar bolsas de avituallamiento。人数真侪，滞留移民无法度得到真好的安置，这会当住伫海山堡也是家路顶悬。真侪人拢希望去西班牙本土，也是其他的欧洲国家开始新的生活，无愿意搁返去摩洛哥。留伫遮，搁包括差不多1100个无人陪伴的未成年人，依法休达当局袂当随便遣返，必须要确认身份而且提供安置。但是这间团体登记的移民的囡仔是有4860个，遮尔侪，比官方掌握的人数是加真侪，嘛造成安。Porque los centros de acogida de migrantes, adultos y menores se encuentran en situación de colapso, con lo que la avalancha ha derivado en una emergencia humanitaria de enorme envergadura, a lo que se unen alteraciones del orden y un alto riesgo de inseguridad ciudadana。西班牙政府已经紧急拨款2500万的欧元，好歹票是9.3亿来帮助安置未成年的移民，但是面对收容的量能无够，物资是持续欠。休达的人道危机短时间内恐惊是真歹解除，嘛互欧盟伫监管边境管理和人道救援之间是面对真严峻的考验。公司新闻周淑芬编译。Meta 公司予美国新墨西哥州控告，讲社群平台予青少年接触到无好的内容。即马第2阶段裁定，法官认为讲影响到青少年的身心，要求 Meta 着爱赔偿。也这2阶段的裁罚加起来是超过大票304亿。
根据英国广播公司 BBC 的报道 ，Meta 公司和新墨西哥州控告的案件是2023年当地律师团所提出的诉讼，因为业者经营的社群平台相关做法，和未成年人有机会接触色情内容，也是面临性侵威胁。本案的第一阶段是伫3月份，由陪审团判决有罪，认为业者伫有关儿童安全防护方面的讲法无实在，违反无公平贸易行为法，裁罚3亿5700万美金。第二阶段，法官裁定，认为业者行为已经形成社会公害，依照公害法必须做出相对的赔偿。两个罚款加起来金额是9亿4200万美金，相当是代票304亿外。除了天价罚款，法官嘛下令 Meta 爱做到以下几样代志：首先，必须移除也是稳装未成年人的市展所，同时，逐天暗时10点到隔天早起7点，禁止对成年人进行提示也是推捕。伫有上课的日子，早起8点到下晡3点比较办理。另外 ，Meta 必须限制未成年用户每个月使用的时数，每一个平台加起来袂使超过90点钟，并且禁止成年人私信予18岁以下人。这也只是 Meta 被告几千件诉讼案当中的一件尔，而且无比兼论过。Meta 除了面对几大堆的司法案件，嘛甲 Anthropic、OpenAI 同款，伫委托外部公司进行资讯安全测试的时阵，所属的 AI 模型对第三者企业自主发动骇客攻击，包括英国 BBC 也有美国 CBS 电视台等媒体指出，这有可能互 Meta 甲其他 AI 业者除了道德谴责，也有可能吃更较侪官司。公司新闻戚家人编译。现代人愈来愈倚靠科技，所以致使这人甲人之间的关系是无以早遐尼密。为着对抗孤单，瑞典有一间药局提供员工逐个月1点钟的假，免扣薪水，甚至阁提供补助，鼓励员工去甲人交流。46岁瑞典药局员工连着别个阿母才拄过身，佮甲伊的伴分开大，生活雄雄空喜气。就伫即个时阵，伊的头家将伊加入一个合作朋友关怀计划，鼓励伊甲朋友加接触。就安尼，伊决定嘛带伊的阿爸去买伊上爱的花，佮去甲真久无看的朋友啉下晡茶。I took a lot of Swedish fika. I tried to use it to meet up with friends, physical, not calling, not texting. 其实，伫去年，瑞典政府就已经针对现代社会疏离所造成的一部问题，启动对抗孤单国家战略。这间负心的连锁药局，佮家己出钱，除了予参与计划的员工，逐礼拜有15分钟，也是逐个月有1点钟的优先假，佮提供1000瑞典克量，相当新台币3300块，互因去自由运用。To meet people, that could be grabbing a coffee or going to the movies or whatever they choose by themselves. But that's kind of an incentive to start thinking about what can I do. 瑞典学者表示，失业、离婚的人，佮有病缘人口像移民少数族裔，比一般人佮较高感觉孤单，就连散食人也是。这些拢是社会风险的稳重因素。若少年人的孤单感，有可能是因为科技，尤其是社群媒体。I've learned that I'm not in other people's ways. They want to meet me. I just have to step out of the box and not feel uncomfortable. 这项计划也证明，苏德哥尼摩这间大型的连锁药局，唔但卖药啊，嘛为员工提供对抗寂寞的心灵处方。公司新闻王如梅编译。大人交棒糖通常拢是厝药啊，甲棒刣死。不过，伫咧美国有业者用以棒治棒的方式，放出60万只绝育的公棒，互棒啊无法度继续生炭。安尼唔但袂用药啊去伤到其他的虫拖，嘛袂对环境造成污染。挂甲包开卡一个，就把这网仔一个啊拢飞出来，这毋是咧放生歹糖，是美国马里兰州上新的用网仔治网仔的大作战。Mosquito spraying, despite what companies may tell you, is going to kill basically all arthropods, so insects and arachnids that are in your yard. 传统喷药啊，虽然讲真紧有效，但有可能造成生态和健康的问题。红网仔业者是特别引进有沃尔巴克氏菌这种长道细菌的公网仔，因和野外的母网仔交配了后，细卵是无法度顺利孵卵，会当精准减少入侵的物种。花卡网仔的数量，花卡网仔是天高人者传染病传播的媒介。
维吉尼亚州北部这礼拜就出现第一个本土天狗热的病例。We have approximately 500 customers in total, and 25 of those customers are participating this season in the Zap Mouse program. 这只红蠓公司是暗算伫今年的热天，伫马里兰州放走有60万只这么侪绝育的公蠓啊！这嘛是全美国第一摆针对主体用户来开放，最后嘛拢支持这种友善环境的红蠓方法。I think it's important for all of us because we all eat from the land, drink the water, and we don't want the chemicals, going into our water and food supply at the speed it has been. 不过专家嘛提起生物的防治方法，嘛是需要考虑到四颗类地理环境和方向的影响。The difference maybe is its surrounding area, which has many mosquitoes or not, because if you release it in a certain spot, it is gradually it go decrease effectiveness. 台湾常看到的天狗热、日本脑炎和酷光病这传染病，拢是由病媒蠓加着了传播。用蠓伫蠓的身躯若是会当普及，未来可能就会当替防范蠓做媒介病，提供更较安全的选择。公司新闻4派选编译。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第一台新闻世界通，我是张曼婷，咱后礼拜一同一个时间再会。